glasses with sunglasses.
Perhaps people can. Tranh về thể nghiệm lắm. Respect, respect. Like David.
泰哥，队友能不能别换地图？李子强，我要准备睡觉了，明天我要上班嘞。1号3号天门3号，你别带线了，你去跟他们讲，看手机。哦，那我也跟1号跳。不对，1号是我好友，1号是我好友，1号是我好友。好的吧？好的吧？对呀，你知不知道他这个地图有密室在这里？快点！这边，快点！在这里。快点，到这边，冲这边，冲！也不会的。就差一个小小的野区。来这个，那就刷视频，我就刷了视频。你不准来哦！我就白天给你再来，我跟你讲。你，扁。800米落地式装备。得有一个小了吧唧的野区够吃了，我也不想想。就是，哎呀，这抢物资呢，真的，咋弄啊？这抢物资真的太难吃了，真的，这个物资咋这么？真好吃，爱吃，太好吃了。好，我手速要加快了。4倍镜。好吃啊！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
我是抢到了一个 AK， AK，我有 M4，你们都没有 M4， M4被我队友抢了，真的。就我只有 M4， 手速太慢了。5.6是我的手速有点慢。上车，大爷们上车。去别墅搜吗？对，大爷们赶紧给我上车。来了。达西亚吗？有空头的话跟我说。这个地方太有空投，咱们去这个。咱们去这个。咱们从那个路线到这儿。走，就这个。我是桥，我那是桥吧？他那个是耳机啊，比较壮一下。我们连药都没有，壮，追不饮料。走，晚上到了。对了，你玩到多少级了？好像是，你好像是200多级吧？140。哦，没事，我看看你的简历。进来，捡子弹喽！Scar。又不是我们兵，去楼顶。我们这里也太安全。小心点，这个人有可能要从这上来。要冲你，要冲到我，要冲到我，招摇摇，招摇。